这个 GPT 如果出现之后，堪布会不会失去工作，或者对他有什么影响？当面讲聊天和 Zoom 里面的聊天、电话里面的聊天，很多的这个感情和情感上的真正的效果和交流影响都很多，效果都不一样的。所以，当然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，机器人呐、这些大数据的答案再好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，人的生老病死啊、痛苦啊、困惑啊，这些要解决的，不是因为知识不够，其实不是这样的话呢，其实早就有很多书啊卖在里面，我根本不用出门也可以这样说啊。如果以前根本没有这个文字的这样的一个年代来说，将来有一个文字里面所有的智慧都放像这个写在里面，然后就是这个放在你的前面，全部都可以在你的房间。这样的话，觉得如果干住佛陀所有的教法都在你的房间的话，那我就不用去见佛陀了。其实当时的人肯定是这样想的，但是其实现在这些所有的这些书啊，很多的没办法取代。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，这些大数据啊，这些答案、知识的答案根本不能替代老师，更不用说上师，明白吗？因为这个上师和弟子、学生这个佛法的传承的，他的这个互动。也是完全是另外一个事情，但是同样有一个问题，比如说我们是要求要口传灌顶，也要灌顶最好在当场，我们就是这样说。但是越来越方便，越来越有各种各样的选择的时候，人愿不愿意听，要传承这件事情，明白吗？现在我们是比较虔诚老师的一个角度来，我们自己怎么想啊？所以这些都会成为一个调整的问题。我们知道佛法传承非常重要，我们知道，但是呢，这个未来的发展，未来的人，他们怎么看待，怎么想？比如说我们在西藏的时候，很多这个佛法方面的做法是理所当然，大家都没有任何的疑虑和这种疑问。可是到这边，现在我们在这里长大和出生的一个年轻人，我们以我们原有的传统的方式要求他们，他们不是不信佛，但是他们也不愿意这样的去做。虽然是这样，但是一般的呢，确实是人的生活啊各方面，我们有再多的物质的发展，以前的可能人贫穷的时候，物质发展非常好的话，可能一切都解决了。可能以后物质发展的时候，精神上是这个如果没有一个平衡的话呢，是一样痛苦。我们以这些经历来，然后再思考的话，当然佛法的需求，甚至是各方面的这些，应该有办法传承下去。但是我们不要太过度的乐观，也不要过度的这个悲观，就是要要有一个观察的和一个觉悟、决心。